480嘅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聯合健保最前線，我係安琪，好高興同大家一齊用輕鬆嘅方式了解一啲同長者、家庭照顧者以及 Medicare、Medicaid 有關嘅重要資訊。先歡迎下我哋嘅主講嘉賓，聯合健康保險嘅經理陳少南南哥，同大家一齊嚟講下先。係啦，唔該晒阿安琪啊吓，多謝你。今日我哋咧要講一個咧，其實好重要嘅信息啊，亦都有好多人聽過，但係唔一定會了解嘅題目嚟噶。咁有陣時咧，我都會問啊，其實我了唔了解咧？咁因為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比較上複雜嘅題目啊。呢一個咧英文咧就叫做 Fully Integrated 嘅 Medicaid Plan。咁中文咧你可以解讀為咧全面整合式嘅紅藍白卡計劃。咁佢其實同一般嘅白卡計劃，或者甚至乎MLTC 啊、MAP Plan 啊、PACE Program 啊或者普通大家用緊嘅 D-SNP 啦，雙重嘅呢一個福利嘅計劃咧，有咩唔同咧？咁今日就希望同大家解釋下啦。哇！呢個主題真係好多朋友都需要啊，好多嘅聽眾朋友咧，可能同時都有 Medicare 同 Medicaid， 但一聽到 D-SNP、MLTC、MAP、PACE， 可能就覺得只係一堆英文字母，好難分清楚。其實都係噶吓，咁中文已經唔明噶啦，仲要整堆英文咧，更加複雜啦。咁亦都係一啲所謂專業用語。嗱，不如我哋今日咧嘗試用一啲比較生活化嘅方式咧，幫大家了解下呢啲唔同計劃嘅重點咧，同埋點解咧我哋會喺呢一個題目裏邊咧落啲功夫。好啊，咁不如我哋先從最基本嘅開始。當大家聽到 Fully Integrate 或者係全面整合式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好奇怪噶。咁究竟係咩意思呢？嗱，簡單嚟講咧，全面整合式計劃咧，主要係為到同時擁有紅藍卡 Medicare 同埋白卡 Medicaid 嘅人士而設計嘅。佢重點係希望將 Medicare 嘅醫療服務啦，同埋 Medicaid 嘅長期護理嘅服務啦、處方藥啦，同埋照顧協調等等唔同嘅部分呢，盡量整合喺同一個嘅計劃或者係同一個嘅照顧系統裏邊嘅。咁即係話以前可能睇醫生係一個計劃，家庭照護又係另一個計劃，藥物又係另一個計劃，全面整合式計劃就係想將所有服務連接起嚟啊。係啊，嗱，其實好多人呢，其實而家用緊呢都唔知道呢，佢哋嘅所謂雙重計劃呢，即係紅藍白卡計劃呢，裏邊都會可能分開咗，就係醫藥還醫藥，長期護理還長期護理啦。嗱，好簡單嚟講呢，如果你而家用緊嘅計劃，好似我哋聯合嘅喺嗰個嘅長期護理方面呢，你係可以自己去選擇你嘅護理公司，讓佢哋直接同白卡嘅部門去收取費用呢。其實你呢一種呢，就唔係整合式嘅計劃啦。換句話說呢，未來嘅趨勢就係話，政府希望呢將所有喺呢一個嘅紅藍白卡提供嘅服務裏邊呢，只係用同一個公司。咁如果你係用聯合嘅，咁就會係聯合呢就負責做呢個管理人，為你提供唔同類型嘅服務，包括長期護理啦，包括配藥啦。咁所以呢，呢一個嘅做法呢，究竟有好定有唔好呢？我哋今日就可以詳細了解下啦。咁聽起嚟，對於有多位醫生需要服用多種藥物，或者係有家居照護需要嘅人，整合同協調都特別重要。係噶。嗱，咁我哋首先呢，先了解下先啦。嗱，其他 Medicare 嘅計劃呢，可能只係管理某一部分嘅服務，例如一般嘅所謂 Medicaid 嘅 Managed Care 啦，即係白卡嘅健保計劃啦，通常只係有白卡嘅啫，就冇 Medicare 去用嘅，所以呢一個咧通常都係65歲以下嘅。嗱，而呢一個 MLTC 咧就係話叫做 Managed Long Term Care 啦，長期護理啦，就主要係集中喺長期照護嘅服務，例如咧家居照顧啊、個人護理啊、成人日間照護啊，同埋照護嘅管理等等嘅，所以咧係分開咗兩部分嘅。咁如果一位長者有 MLTC， 係咪就代表佢嘅 Medicare 醫生、住院同埋處方藥都係全部由同一個計劃管理啊？而家咧唔係噶，好多情況之下咧 MLTC 主要負責 Medicaid 長期護理嘅部分啦，而 Medicare 嘅醫生、醫院同埋處方藥咧就係可能透過如果佢加入咗計劃就係 Medicare 嘅 Advantage 計劃咧，如果佢冇加入計劃咧，佢可以用傳統嘅紅藍卡就得噶啦。咁所以咧係分開咗嘅。咁當然啦，處方藥咧
傳統嘅紅藍卡要另外自己加一個嘅配藥計劃啦。咁啊，如果係加入咗 Advantage 嘅話咧，佢裏邊通常都有配藥嘅服務噶啦。咁所以如果服務分開晒，會員同或者屋企人呢，就需要打唔同嘅電話問唔同嘅部門，仲可能會遇到唔同嘅規則。冇錯啦，嗱就以 MAP 呢一個所謂 Medicaid Advantage Plus 呢一個所謂包埋長期護理嘅 Advantage 嘅計劃，佢哋咧就係同時為咗有 Medicare 同埋 Medicaid 嘅會員，亦都需要長期護理嘅人呢，用一個計劃管理晒佢所有嘅服務啦。咁而另外咧，我哋聽過嘅叫 PACE 啦 ，PACE 啦，係另一種亦都係高度協調嘅模式，就係為合資格嘅會員咧提供醫療、社會服務、長期照護服務，就幫助佢喺合適嘅情況下咧繼續留喺社區嘅生活。所以好多人都會聽過 PACE 呢個計劃咧，可能就係適合一啲咧可能有情緒病啊或者有精神問題嘅朋友啊。當然唔一定係呢一種嘅，咁但係普遍嚟講咧都係會負責咗所有嘅協調噶啦。咁最近我哋仲聽到好多人提到 CMS 對 D-SNP 嘅新規則，特別係2030年嘅方向，咁同今日嘅全面整合又有冇關係呢？嗱，其實咧呢一個就係我哋要強調，要喺今日開始同大家咧講呢個概念嘅原因啦。因為咧政府嘅 Centre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啦，簡稱 CMS 啦，即係話負責統管紅藍卡同埋白卡福利嘅呢個政府部門咧，佢哋已經決定咗咧喺2025年嘅嗰個所謂最後嘅規矩啊 Final Rules 裏邊咧，已經加入咗一個特別嘅條文啦。我哋就當佢叫做42號條文啦。佢就話咧要從2027年開始咧，若果某一個 Medicare Advantage 嘅機構提供 D-SNP 俾呢一個會員嘅話咧，呢一個機構佢嘅母公司或者同一個母公司旗下嘅相關機構，亦都會喺同一個服務地區同埋州政府簽約，承接 Medicaid 嘅 Managed Care Organization 裏邊咧，要喺嗰個地方裏邊咧提供一個 D-SNP 嘅啫。除非適用喺 CMS 規定嘅例外情況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大部分咧加入呢個 D-SNP 計劃嘅人咧，都要用佢裏邊嘅嗰啲所謂服務噶啦。咁而2027年係一個開始，2030年係一個所謂成熟期，即係話咧2030年就冇其他選項噶啦。2027開始慢慢去實施30年，所以佢會用3年時間去整合呢一個白卡嘅福利，同各大嘅保險公司做一個合作，所以呢，可能越嚟越多嘅朋友呢都會聽到呢一啲規則上邊、法例上面嘅改變，而會有啲開始擔心啦。所以簡單嚟講，唔係話每一間保險公司喺全國只能夠有一個 D-SNP， 而係針對有關聯 Medicare MCO 而且服務地區有重疊嘅情況， CMS 希望減少分散或者唔一致嘅選擇，令到 Medicare 同 Medicaid 更加容易對齊咁樣啊。你可以係咁講啦。所以到咗2030年呢，喺42號條款影響底下嘅 D-SNP 咧，通常呢必須只係會收咧，或者繼續收已經加入咗或者會加入佢關聯 Medicaid MCO 嘅人士啦。但係咧 CMS 咧亦都列明某一啲嘅例外嘅情況噶。咁呢啲嘅例外情況咧係可能係會有一啲特殊嘅醫療需要啊，或者個會員有特殊嘅情況啊，佢就唔一定咧就要跟隨呢一個情況。不過咧據講咧呢個特殊嘅情況咧都唔係咁普遍嘅。咁樣對我哋嘅聽眾朋友或者對會員嚟講係代表啲咩啊？嗱，代表咧喺未來揀 D-SNP 計劃咧，即係所謂紅藍白卡計劃，或者單一係65歲以下嘅白卡嘅相關計劃嘅時候咧，你就要留意啦。Medicare 嘅計劃同埋 Medicaid 嘅計劃係咪會對齊咗啦？嗱，不過咧每一個州啦、縣啦、計劃咧同埋個人嘅資格都會有唔同嘅大前提底下咧，所以聽眾朋友應該咧去同你嘅經紀人咧，或者同保險公司嘅專人咧，合資格嘅一啲嘅所謂 enrollment counselor 咧，去了解你自己個人嘅情況係切合邊一種嘅服務，就唔係話咧一個曲奇嘅帽咧就可以做晒所有嘅曲奇餅啦。咁我哋不如呢一個時候先休息一陣，廣告翻嚟繼續聯合健保最前線啦。
照顧好家庭唔係一個人嘅事，而係需要團隊合作，需要有人攜手同行，有人確保萬事妥當。聯合健康保險就好似你嘅拍檔，伴你左右，為你同家人旅程嘅每一步需要細心服務。當你有一個團隊嘅協助，守護家人就會變得更加踏實同安心。聯合健康保險，因你所需，用心服務。聯合華語專線180080119001 1800801190。聯合健保最前線。歡迎大家翻嚟，不如我哋用一啲生活化嘅例子咧嚟同大家了解清楚啦。例如咧，李太太同時有 Medicare 同 Medicaid， 佢有家庭醫生、心臟專科，需要服用處方藥，亦都有家居照護服務。對佢同家人嚟講咧，最容易遇到啲咩困難呢？南哥，嗱，我哋今日咧就係講呢一個嘅 integrated嘅 Medicaid plan 啦嚇，咁照你頭先講咧，阿李太咧有咁多嘅醫療同埋一啲嘅照護需要嘅時候咧，如果佢嘅服務係分散喺唔同嘅公司同埋計劃裏邊咧，屋企人遇到嗰一方面嘅問題咧，就要同嗰一個機構致電洽商啦。咁為到藥物咧，又會為打另一個電話啦，為到醫生同醫院咧，又要打俾保險公司啦。為到呢一個嘅護理咧，又要同護理公司聯絡啦。咁所以咧，當身體狀況有變咧，所謂譬如佢嘅情況變壞咗啦，佢需要多一啲嘅照護時間嘅時候啦，咁佢可能咧就要打電話俾照護公司，同佢講咧，我需要再做多一次嘅評估啦，而唔係直接可以咧喺醫生同埋醫院所屬嘅保險計劃裏邊咧，已經知道佢嘅醫療情況改變咗，而即刻可以作出咗一個反應，而要重新提出一個要求，向嗰個公司護理公司話要重新做呢一個嘅審批。你知道當中仲要協調政府嘅批核嘅，因為你護理公司同你做咗嗰個嘅審批之後，佢仲要將報告呈交上去啦，配合翻你嘅醫療嘅報告啦，睇下批唔批啦。咁相對地嘅時間咧，同埋複雜性咧，都會係好多嘅。當然，我哋嘅環業者喺譬如護理公司裏邊咧，佢哋而家已經有好完善嘅服務，同埋有專人咧去協調呢一啲嘅過程噶啦。咁相對地都係比其他唔係環業者咧，我相信我哋華人係做得非常成功嘅。不過始終都係有一個危險，就係話萬一每一個地方都需要多少少時間嘅時候咧，佢相對地要等嘅時間，咪就係會浪費咗咯。咁而如果呢一個嘅浪費時間係會對病患造成一個健康嘅負擔嘅話咧，呢一個我哋就唔想即係睇到啦。咁所以咧，點解政府會有呢個概念，就係希望將所有嘢咧就好似有一個管家管理晒所有嘢一樣咁樣嘅做法啦。咁如果係全面整合式計劃，係咪就可能由同一個計劃或者照護團隊幫佢協調呢一啲服務啊？冇錯啦，一般嚟講咧，其實政府都會要求保險公司喺呢啲嘅計劃裏邊咧，特別係為到呢啲多一啲需要嘅病人或者係會員咧，提供一啲類似 care manager 嘅照護團隊咧，或者一啲嘅即係案件經理咁樣啦，去幫手咧，為呢一個會員咧，就係協調所有嘅服務，同埋確定佢嘅資格啊，佢需要嘅相關嘅文件啊，都係齊全，而唔會造成有一啲所謂窒礙嘅機會啊。英文叫唔會有 hiccup， 唔會大失憶嚇。咁所以咧，喺加入之前咧，會員仍然都係需要確認自己嘅醫生啦、專科啦、醫院啦、藥房啦所食嘅藥咧，都係喺呢一個保險咧嘅承包嘅福利裏邊嘅。咁所以咧，變咗咧，會員只係需要喺開始嘅時候咧做一次嘅審批，即係做一次嘅查核就得啦。咁所以相對地咧，佢係會方便咗嘅。呢一點非常之重要啊！整合同協調咧都好有幫助，但係大家仍然要先核對網絡、福利、藥物清單同個人需要。咁聽眾朋友有冇啲咩需要記低呢？嗱，如果你話大家要喺今日咧記低一啲嘅 tips 嘅話咧，我會提醒大家以下嘅幾項啦。第一，全面整合式計劃，佢主要係為同時有 Medicare 同 Medicaid 嘅人士而設計嘅。目標係將醫療處方藥、長期照護，即係長期護理啦，同埋一啲嘅照護協調咧，就聯合起嚟嘅。所以你要記住咧，係有一個管理嘅公司呢一個計劃係負責晒噶啦。
咁而 MLTC 長期護理嘅部分咧，咁主要就係 Medicaid 會幫你俾錢啦，咁但係咧Medicare 咧都係仍然照顧你嘅醫療同埋藥物嘅部分嘅，咁呢一樣嘢咧仍然都可能會係有少少分別嘅，會分開嚟嘅。咁而如果你係加入咗一個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Plus， 即係所謂 MAP Plan 啦，即係有護理嘅部分咧，咁就好明顯啦，就係 Medicare、Medicaid 合埋咗，跟住咧就係將護理都加埋喺裏邊，咁就俾有長期護理嘅人士有需要啦。咁呢一個咧，而家我相信越嚟越多人都加入咗呢一啲嘅計劃噶啦。而最後咧就係 PACE 嘅計劃啦 ，PACE 啦就係為合資格嘅長者提供一啲高度協調嘅醫療、社會服務同埋長期護理嘅支援。其實社會服務嘅意思咧，唔係話嗰個會員要去個社會度去服務人，係因為咧有一啲嘅會員咧，佢哋需要有一啲適應社會嘅一啲嘅輔導嘅項目。譬如咧係一啲嘅職業治療啦，一啲情緒治療啦，咁樣意思就係呢一種嘅社會服務啫嚇。咁所以咧我哋要了解到啦，一般如果你係65歲以下嘅所謂 Medicaid Managed Care Plan 咧，就通常只有 Medicaid 嘅啫，就冇 Medicare 個部分嘅。咁實際資格咧，你就要睇翻你所屬嘅州咧嗰個福利而決定啦。嗱，咁最重要都係嗰樣嘢啦，大家好關注呢個雙卡計劃或者叫 D-SNP Dual 嘅 Special Needs Program 嘅未來方向啦。嗱，而家咧 CMS 政府嘅呢一個部門咧係推動緊 Medicare 嘅 D-SNP 同埋 Medicaid 嘅 MCO 咧要更加對齊，所以喺2027年開始咧，如果 Medicare Advantage 嘅機構即係保險公司啦，或者佢相關嘅組織咧喺重疊服務地區，亦都承接招收 Full Benefit Dual 嘅人士啊，即係有全白卡可以攞到護理嘅雙卡人士咧，佢哋通常只能夠喺嗰個服務地區裏邊咧，就提供一個 full benefit 嘅 dual 嘅 D-SNP 嘅啫，就限制咧新會員咧要加入對齊嘅計劃噶啦。咁所以咧未來可能咧你能夠揀拆開咗紅藍白卡嘅計劃嘅機會咧，會變得越嚟越少。呢一個咧你就要注意啦。咁又想問下南哥，如果聽眾朋友正比較緊每一個計劃嘅話，咁加入之前應該問啲乜嘢呢？嗱，咁當然啦，一個消費者啦，或者一個會員啦，佢可以先問下以下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話你係咪符合呢啲計劃呢？佢嘅 Medicare、Medicaid 嘅要求，你係咪符合咗呢？你住嘅地方啊，同埋照護嘅需要嘅資格，你係咪合乎呢？仲有啦，你用嘅家庭醫生啦、專科醫生啦、醫院啦，你用嘅藥啦、同埋藥房啦，同埋呢一個嘅護理公司咧，係咪都喺呢一間公司嘅網絡裏邊啦？跟住啦，你最重要咧就係要睇你嘅藥啦，因為好多時呢嗰啲公司嘅計劃都係對齊嘅，不過每一間公司藥物嘅承包係會有分別嘅。你會唔會有一啲藥係呢個計劃包嘅，嗰個計劃唔包呢？嗱，因為你要知道喺大前提上邊，你係攞咗白卡嘅，你基本上係唔需要擔心配藥嘅費用嘅。但係呢，每一間公司會配邊一隻藥俾你呢，都會有參差嘅。A 公司可能同 A 嘅配藥嘅廠呢有合約好啲嘅，所以佢會包呢一隻嘅名牌藥。但可能 B 公司呢同 C 公司嘅嗰隻藥有關嘅，但係你醫生淨係開 A 公司嘅。咁變咗你如果去咗 C 公司嘅話呢，你就攞唔到 A 公司嗰隻藥啦。咁因為當中係牽涉到有長期護理服務呢，你係唔係咁容易可以轉嚟轉去嘅？唔係話咁6月唔啱嘅時候，我就而家轉計劃，7月生效啦咁樣。嗱，呢個呢，如果係綁單咗長期護理嘅話呢，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你做長期護理嘅審批呢，你係需要有時間噶嘛，你係要做篩檢啦，即係做嗰個 assessment 啦，跟住之後呢。你用嘅長期護理咧，至少據講有一個頭3個月嘅規定啦，你係要鎖定，唔可以立亂走啦，唔係話你一唔中意就唔可以轉住啦。咁所以呢啲咧都係需要一啲時間，你都唔想咧你嘅屋企人用下，突然間個護理好地地，因為藥嘅問題唔包而醫生係堅持呢一隻藥先會幫到你，你唔可以要求食第二種藥。咁你要轉翻去嗰間配呢一隻藥嘅公司俾你嘅時候呢，咁你可能就會造成長期護理嘅一個暫停啦。
咁呢個係一個最唔願意見到嘅嘢。當然啦，你可以有上訴嘅決定，因為你加入咗計劃嘅時候呢，你都係一個消費者。但係呢，呢一個上訴同埋一啲申請額外係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呢，呢一個情況呢，亦都要睇下呢，你究竟同呢一個計劃嗰個嘅嚴重性係去到幾嚴重啦。你冇咗佢，你唔得嘅，生存唔到嘅咁樣，咁你就要考慮清楚㗎咯吓。咁所以呢，呢一個嘅情況呢，喺好多嘅會員啦，或者係好多嘅朋友咧去參加嘅時候咧，一定要詳細了解清楚啦。咁所以就唔止淨係睇到個計劃嘅名稱，更加要揀一個真正配合自己嘅醫生、藥物、家居照護同埋日常生活需要嘅一個計劃啦。咁啊，呢個時候南哥，不如我哋先嚟做一個簡短嘅迷思與事實啦。好啊。第一個迷思呢，就係只要全面整合式計劃就一定適合每一個人，呢一個諗法啱唔啱嘅呢？嗱，事實就係當然唔一定噶啦，因為全面整合計劃對某啲人嚟講係非常好幫助嘅，因為一個公司管理晒所有嘢，但特別係醫療啊、藥物啊、長期照護啊呢啲嘅協調啦。但係咧，每個人都應該先確認自己嘅資格，check 清楚醫生、福利、藥物清單同埋你個人照護嘅需要。譬如你加入咗一間公司，佢係有即係呢個嘅長期護理嘅，不過嗰間公司係冇華人嘅護理員嘅話呢，你又可能覺得，咦，溝通唔到喎。佢雖然批到個俾我，時間都唔錯，但係每一日都係雞同鴨講，又或者呢，你對對方呢未能建立一個信任，咁其實呢，咁樣呢都會造成家庭嘅一個嘅疑慮，或者係甚至乎負擔。所以呢樣嘢呢，就係要考慮清楚啦。第二個迷思呢，就係所有 Medicaid 計劃都差唔多，咁呢一個啱唔啱呢？嗱，呢個就更加危險啦，因為呢，我成日都話啦，叉燒飯一條街裏邊好多餐館做嘅，但係裏邊啲叉燒係真係用火燒嘅，用炭爐燒嘅，定係只不過係用飯煲浸熟嘅呢？跟住咯，嗰啲叉燒係真係五花腩啊，定係用瘦肉呢？甚至乎其他嘅合成肉類呢？所以唔係話只要係 Medicaid 嘅計劃或者係 Medicare 嘅計劃就係一樣。每一間公司都有佢唔同嘅長處同埋優勢，所以呢一個呢，你真係要去了解清楚噶。好，咁今日呢，我哋了解到全面整合式計劃嘅重點係幫助同時有 Medicare 同 Medicaid 嘅人士，將醫療、藥物、長期照護同照顧協調更加好咁連接起嚟。嗱，同時呢，我亦都提醒大家唔需要驚呢，我哋就聽到話 CMS 未來嘅方向係將 DSIP 同埋 Medicaid 嘅 MCO 係對齊，會對你造成一個恐懼。因為呢，2027年係一個開始，但係2030年先係一個結束啦。咁所以對於呢一個42嘅條案嘅嗰個嘅情況嘅影響呢，我相信每一年呢，各大保險公司呢都會因應實際嘅情況呢係作出呢一個唔同程度嘅一個嘅調節嘅。咁除非係 CMS 係強硬地要求一定要照佢嘅做法去做，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咧每一間公司咧都會制定一啲咧合適大家用嘅計劃。不過咧就變咗大家咧就要用多少少時間咧係作一個選購啦。咁先至可以知道咧你自己得到嘅係咪最適合你嘅保險計劃啦。今日咧好多謝南哥為我哋講咗咁多咁有用嘅資訊。如果聽眾朋友想了解更加多 United Healthcare 提供俾華人社區嘅資訊，可以瀏覽網站 www.uhcasian.com 或者致電熱線800-801-1900。再次多謝1480嘅聽眾朋友收聽聯合健保最前線啦。咁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你了解清楚咧呢一個嘅 Medicaid 加 Medicare 嘅全面整合式計劃嘅分別。記住，選擇健康計劃之前一定要問清楚、比較清楚，選擇最適合自己需要嘅安排，唔好淨係睇 OTC 邊間高啊。好，咁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記住留意我哋嘅節目呢係會喺27號嘅時候朝早9點鐘呢有重播嘅。今日好多謝晒南哥。好，咁我哋喺下個月7月29號嘅時候再見啦。唔該晒安琪，拜拜。拜拜。